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下礼拜一寡学生囡仔拢已经准备要出业，提早叫热。有的少年家啊，体力较好，算通宵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读做宵，是要宵第一条。宵就是暗时、暝时的意思。若是透暝，咱讲通宵。另外，旧历正月15，咱讲是元宵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咱生活中正常用到。头一个词读做宵夜，这个意思就是暗时食的点心，无算是正顿。第二个词读做宵禁，这是讲到一寡国家地区因为战争或者是重大变故，政府为了要维持社会安定，限制民众暗时、暝时袂当出门的禁令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顶月日，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因为风伤过头，成宇航空一架飞行机降落伫咧那古野。落尾大家知影，原来成田机场有宵禁，航空公司为了安搭旅客，真负责，提供食食甲带暝，也有宵夜服务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读做宵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